为着要来鼓励青年农民回乡来发展，新北市长侯友宜专工到青农联谊会颁发着感谢状，感谢青年农民为新北市的农业来打拼。侯市长嘛来承诺，讲这个农特产品为生产、包装、设计到协助行销到提供通路，市政府拢会斗相共。无论是淡水的菜色，或者是讲了青的鲍鱼，新北市地理位置真赞，外山外海，农产品嘛真丰富。新北市长侯友宜大大支持青农回来故乡，在地种根。青农回故乡，一起打拼。新北市一定先创通路，再创农路。更重要，从设计、行销以及在整个农产品的品质的改造上，我们都一起并肩作战。若要互青农阮新北当去推广农产品，市府嘛已经做好推广的计划。节庆好日子当中，我们的所有的希望事情也都被提供给青农。结合新北市青农、少年人对网络行销个内行，透过联谊会互相交换经验，真有真侪种农业补助，或者是安排课程，便若是有欠农民，青农卖小放盘，鼓舞民众来到捧场，有一个农特产，用行动支持少年青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